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我是钟意群阿群妹。《福起来咧》节目当中吼，一出来同大家小姐当到无强用形式的艺术演出咯，像上摆阿群妹同阿丽蓉有跳踢踏舞有无啊？给阿群妹练了一个礼拜，当辛苦的苦练这样练出来的。今日阿群妹虽然当上二来练习厉害，不过其实我的那个肢体有没有要练到这种穷些有硬底子功夫的亚种的舞头啊，还是真的有一点困难。阿 Q 妹冇办法的，等等的时间老给练出来尝试表现同本大家看。不过基本嘅节目底录就要来同大家来小姐一只活动腔的，主要係演出也客家艺术剧、民俗舞剧的，一只劇團來同大家來見面，來同大家來介紹哦。細細個講來分享今日節目底都會有來賓係安利風雅民俗舞蹈團的團長，歡迎劉團長分享。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風雅民族舞蹈團嘅團長劉明義。好，分享團長來到節目當中哦。其實我對團長吼印象當深，樣嘅講咯。其實我還細時間當叫你天師堂紅看到你呢，對不對？真的呢？對，真的，因為其實我是電視兒童啊，所以我小時候很喜歡看電視。那其實團長之前有在戲劇上面有很多的演出。有客家電視台的第一部8點檔我就有演。對，冇唔錯。韓國其實都其他台沒有看到呀，你團長的這個團長的這個身影在電視上。不過啊，你基本也係用一隻風雅民俗舞蹈團團長的身份來同大家來見面。一擺風雅有親情的演出，到5歲嘅愛嘅春天，對，就係來同大家來小結一下。一擺一隻5歲嘅愛嘅春天，也係一張用嘅概念嘅一隻舞蹈劇。今年2017年係我第4部創作嘅作品。今年第4部18年當中第4部，所以在過程當中，其實這一部作品其實我覺得含義深遠。因為就是我們在走教學，到國外演出，到內地演出，有交流到客家的文化的時候，可是回到台灣會發現，好像我們現在的年輕的孩子已經忘記了以前的辛苦。白也辛苦，所以我會希望說，大家再把這個打拼的層面再拿出來，告訴自己，我們還是要繼續努力往前進。因為講到其實也5歲嘅話，就會想到係幾樣時啲大陸來到台灣，也按辛苦嘅，不管是心理的過程啊，還是路途的辛苦，也全部就係你可能也嚇你冇辦法去 TV 度去了解到嘅，不過團長用舞蹈嘅方式來演出俾大家看。不過沒想到來問一下團長，其實你之前你剛剛講從團按多年了，也係第4部誒，18年，18年了係第4部誒你嘅作品。不過我沒想到來問一下，你之前一開始有冇想到講要來創這個民俗舞蹈團？因為我本身就是學藝術大學畢業的，所以在過程當中，我以前是在我的老師那邊台北民族舞團，那以前我的老師也創作客家作品，可是比較少一點點部分，對。那我以前看到，我就因為我愛情中演，所以我但是我不是客家人。對，不過剛才其實有談到嗰種欣賞，其實你應該大部分都聽得懂外地嘅講嘛，該他們都談嘅是，不過講就是很盡量，但是我覺得老師其實已經講得懂後，很努力在練習。因為我就是從小的背景就是在新竹嘛，客家中，所以那我們從小接觸的同學朋友。所以對我來講，這是一個很熟悉的語言係你生活當中的事情，對。然後再加上我的接觸的他們的生活的層面，還有到了長大到外面去念書的時候，那再接觸到我的老師，會發現，其實客家文化，我覺得真的暗有深度啊。那因為開始以後，我的研究所也是走客家，所以你的研究所也是跟舞蹈相關的內容。對，但是我的論文還是在論述客家。
所以我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其实跟我的生活已经完完全是息息相关了。对，然后那会创作到民族的类型是因为自己的专长。那可是会觉得台湾的文化很美，可是现在在台湾有点可惜是台湾的东西比较能见度比较低了。对，那我就是希望说我们继续的创作，不断的把我们的客家文化在不同的面向带出来。要不然其实大家对现在客家的印象还是有同法，懂传统的一点印象，虽然很美，可是我觉得说其实真正客家的精神跟意涵不是只有这个有同花，没错，它还有好多好多的层面。那我觉得应该是要让很多的学生、观众朋友们，他们有机会在接触的去了解，其实客家族群有非常多的面向。对，那我觉得这些面向要打开才有用。真的，唔讲咩东西，我阮厝底同客家有相关，以外，先生，你去甲创团18年了，几只舞头团，你们的整个演出的风格啊、路线，大概把自己定位在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台湾跟文化。那因为台湾有几个族群嘛哈，所以当然客家的又是我专长项目。对。那我也研究了很多，所以在我们做了几年的作品以后，台湾的东西，他们会一直认为我们逢啊民族舞蹈团要哈嘎给不同。我说其实是，我也会敢讲说超，但是问题是，我觉得台湾的文化我都接受，因为我觉得我就是希望把我们的台湾推广到世界各地。一开始啊，想到讲爱来T100来创作也同客家相关的也舞头剧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有遇到一些困难，还是说在采集的时候，你有觉得有什么有趣的事情发生？有按简信，因为一开始就是我说的，我们在采风的过程，在接触的过程的时候，一开始还不够。虽然小时候生活在那边，可是我不是每天固定的一个生活的，而且还要把它变成一个演出的作品。对，那还有一个，既然叫艺术作品，还要创作的角度。所以那个时候一开始会觉得，好像想进来，我觉得不够。现在往回看，T100黑你朗朗5年，对，所以现在给我来讲12年了。我再往回看我第12年前的作品的时候，会觉得不够。我觉得还做得不够进去，真的，我当初做的时候觉得我尽力了，可是那个时候呢，也有引起很大的回响，因为早期的时候，其实客家的舞蹈作品更少，对，那我们连续推了18年，现在有很多的学生，包含到一些团队，他也可以觉得，我们加了一点客家的元素，要不然就是打电话来请教我说，老师有些东西可不可以跟你请教一下？我说当然没有问题，所以近年来比较多一点，但是我觉得台湾的东西是我们最主要想推的。就迄几只台湾几只客家，其实也团中其实也唔係客家人，不過沙洲嘅按道普雅客家嘅作品，对不对？非常多，而且其实我翻的这个老师的你们的演出的节目册啊，我知道后面这个演出的这个工作群啊，艺术工作群，老师你的名字出现的有点多次。你看哦，不管是团长啊，团长就是你了嘛，那木头编程也是你，喊公嘛该，连这个道具制作、节目行政，老师团长你会不会太辛苦了一点？所以就是我说，这是我们做艺术的一个大家不理解的层面。大家都看到很棒的演出，很完美的音乐，很好看的服装，可是背后有多少的辛酸？其实这也是反映了在台湾对艺术的层面，我觉得真的不够。尤其是我们走民族舞蹈的类型，因为现在是走现代化嘛，所以接触比较西方的舞蹈，所以会变成是跟西方的接触跟联络啊，所有的东西的是非常活络的。可是，在民族舞蹈领域的这个区块是非常边缘的。反而我们自己熟悉的东西，但其实又不这么熟悉。我们熟悉这样子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却对这一块的艺术层面并没有很想要去深入去了解。看起来大部分台湾的现况会是这样子的状态。连我们到学校去做推广，其实我们也会第一个先问说，有没有夯音嘛？就是说会有客家的朋友或者学生们，有的也是会举手。那当然就是我说，虽然我能讲的有限，那我就可以跟他聊聊天。可是他一说的时候，他也不太会。可是重点是，当我问到说他在坐落在哪个客庄的时候，我们去聊那个客家庄，对，他了解的也不多，就有所以我才觉得哇，那这样子不行，那更是要做啊。没错。所以还刚好把我们这一次的一些练了一些诗词的部分，现场的教学给学生们来讲，他们真的有机会背起来耶。哇！可是背起来有了第一次，就会有第二次了。所以
以其实是不单只是客家语言、客家文化跟客家相关的舞蹈规则的推广以外，吼，因为团长真的太辛苦了，身兼数职。这么跟大家按你讲呢，因为大家看到呀海报，所有的人除了这个我们的动作姿态非常的优美以外，也都要做个衫服。听说这个衣服也是老师团长您自己设计的，就是校长兼壮很凶，就是因为我妈妈就是做服装的，哇，老师你好有才哦！我从小就在小学的时候，我就帮着我妈妈跑布市，对，去车啊，去买布料、买拉链、买线啊，买什么去考课啊什么的。其实这些东西对我来讲，我驾轻就熟，所以我从小摸布料。那只是以前还没有去研究客家服饰的时候，会觉得就是懒衫嘛，对，大家都知道耳熟能详。可是我觉得懒衫应该是可以变化的，是可以有些不同的感觉的。对，所以那时候我在设计的时候，就是把他们最主要的就是大襟太顶衫还有就是重衫。可是长衫我们可以改变，因为南北的关系有长有短。再加上我其实曾经做过一个非常漂亮而且是非常成功的青花瓷蓝衫。哇，我有想到就吃到东江，而且重点是它的反袖口袋在哦。反袖口袋，袖子对是可折的哦。哇，所以其实欣赏花在动动的时间同心力去创作呀，或者是去改编它本来的，你看服装也可以改编，戏剧也可以改编，我们的生活也可以拿来放到其他的舞蹈团的作品底度。故说啊，其实底度还有动精彩的所在，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再来讲文太家堂。好，欢迎大家又转到福起来咧，我係赵英權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呢度愛同大家來紹介係鳳陽民族舞蹈團，佢哋就愛來演出了，佢哋也俾戲劇按到湖水嘅愛嘅春天，講嘅係頭擺對大陸土台來台灣嘅故事和個情景。剛剛有講到講吼，你團長吼非常非常的了不起，真的是校長兼壯中，他是團長兼服裝道具，還有很多，有沒有？剛剛講到吼，有設計各位像呀藍衫啊、太平衫，其實我剛剛翻這個節目冊啊，我去有看到，不單只是現在你海報上看到的這一個版本，藍衫其實你也做了非常多不同形式的改編。你剛剛說的青花瓷，對，還有其他什麼樣你的巧思，都得來同大家分享一下。因為現在的角度大家都知道，會覺得說花布、髮布嘛，就覺得好像加了花布就是客家的服飾。可是如果對我來講的話，我覺得如果我們要推出一個作品，那就是去買個花布做在衣服上，那我覺得好像沒有太大的特點。我覺得應該是要顧慮到這個族群的特性。那這個族群特性呢，就是它的顏色的用法。顏色的用法，還有包含到這個布料，這個布料跟顏色跟花紋，我覺得像我們今年有一個。就是我們有用到了那個茴香偶書，茴香偶書，對，然後的這樣的一個詩詞，然後帶進來的時候，為什麼要特別講這個事情？其實就是在講明治書院，明治書院，泰山的明治書院，因為其實它是北台首學嘛，對。可是我問了很多的學生朋友們，沒有人知道，他們只知道說這個好像聽過，可是他們不知道說為什麼有這個學堂。講得很細耶。對，那我就說，其實為什麼當初會有，就是因為早期的很辛苦嘛。對。可是沒有機會念書，因為都在逃啊、跑啊，或者是離鄉背井。那我覺得後來就是胡卓先生他捐了這塊地，開始讓客家的子弟，我覺得這個是個特點，讓很多客家子弟開始念書。所以現在好多你看這麼成功的政治人物，或者是老師、教育家、哲學家，都是客家，都是客家人。所以我覺得我也把這個角度去分享給我的學生。對，所以你看它的顏色其實不是花布，它是有藍色的代表性的一點花紋。藍色的代表。那象徵的是什麼？就是在那個時期在念書，像早期的內地北大、清大，他們都是很簡單的純素色的藍裙。可是我覺得好像應該要給它有一點特性的感覺，但是這個藍不能改變。所以就以這種加了花紋的方式，但是它還是一樣是藍色的原裙，然後看起來是很正式的這種復古風的概念。但是它卻不是真的，我們現在在講所謂的台灣的客家花布，它不是。哇，
哇，也是花的概念，但是不是传统看到的这种客家花布。韩刚刚刚看到，你看像这个。它的主题是这次的演出，这个段落叫做“昂讲”，对，然后整个背景跟你的意象，甚至包括衣服，都感觉是把它变成有一点紫色的编排。因为刚好这一段就是讲所谓的渡头来到台湾，然后之后遇到了一些困难。对。那这一段其实它因为心情上来讲是比较沉重的。那还有一点就是说，我觉得要把哈嘎精神那个毅力，我觉得你太过于用鲜艳的颜色呈现不出来。那我觉得刚好在这个段落跟服装的布料的用法，我觉得让它稍微重一点点，可是我觉得感觉会多一点点，因为毕竟它历尽艰辛嘛。那我觉得说在颜色上跟布料选材，对，就会考虑比较稍微偏重一些些。哇，对，这个其实有顾虑的。对，全部顾虑到非常非常多的层面。不过，俺看到呀节目册啊呀底度哈，其实有分段落的。我们也请老师，呀，他就来同大家来讲一下，不是给我一个春天，给规则故事，还有整个段落的编排，大概是怎么样？来创作个不是给我一个春天呢，其实有6个段落。6个段落。那第一个段落当然就是我说了，从内地来到台湾开垦，辛苦辛苦的层面，对。那我们叫拓，那拓的部分来讲，一开始是非常的美好的，对。可是殊不知这块地已经是有人已经都先画好站好了，那你来到这边的话，就是会觉得你占了我的地，所以人家就把我们赶走。再跑到别的地方去，这也是我的地。所以以前呢，我曾经跟学生分享过，为什么创作这个作品。这个拓呢，就是因为当初来到了台湾之后，深山里面有高山族、原住民，以前叫山地人嘛。你来了我就砍你头。啊，你到了平地，到了平原以后呢，有闽南跟汉族，你来这边我会把你赶走、打走。所以没有地方去哪里？所以客家才会叫丘陵上的民族嘛。对，所以我就说，刚好这个位置，在丘陵段这里去做开垦。那我们就把这一段编在我们的第一段，就是我们的拓，开疆拓土的拓，就是第一段。对，好。那第2段呢，其实我又提到了一个题材，是我曾经在客家的一个书籍上面看到了。早期的客家妇人，大家都要洗衣烧饭，可是呢，早期的客家的妇女啊，她不是在岸边洗衣服，不是在岸边，站在河水里面。哈？为什么呢？因为早期就是会害怕嘛。别人会对我们不利，或者是，所以你站在岸边的时候，我一敲一打一推你就完了。对。可是当你站在活水桶中这个地方，它没有那么办法那么快的进来，你就可以跑。看得到，就都在这。所以这个我还请教过客家的老师，还有顾问。好仔细哦。我说这个层面是不是我要确定？他说，这个东西不多人知道那后来我说，那这个层面我要编创进来。所以就是我第2段的浪滔天。浪滔天，对，我想说这个浪滔天有可能给用是勾了一些世界啦，因为黑水沟大家都知道，暗流非常多，我们的台湾海峡。我想说这个浪滔天大概是在讲那个时候，没想到他其实在讲诉说的层面。火把跟火水，就是说他虽然说是一个非常有机会已经开始生活了，但是其实我就说了，还是会遇到很多不顺遂的事情。对，那代表什么？才会有下一段哈嘎跟昂讲，哈嘎跟昂讲，我们刚刚看到的昂讲，就是我说你一定要有经历过了辛苦的层面，对，你才能想说我们要怎么样去度过这个难关嘛。那昂讲其实我说的，我其实那时候编创的时候用到一个最简单的动作，讲，脖子，对，大家想，脖子怎么跳啊？这样，这样有点尴尬吗？对，可是你要往后甩哦，你看哦。好，对不起，我可以继续看一下。好，这个头你做侧面的时候，你看这样子都看不出来什么，可是一个动作非常清楚，啪啪。哦，我的颈部的动作非常利落的，告诉你不低头。我很昂讲。那我遇到的事情，我就算是我完成不了，我一定要把它想办法完成，我不会害怕，这就是客家的精神。对，所以我说经历过前面2段的开垦，被赶来赶去，打来打去，进到第2段又遇到了胎岁。那我觉得第3段，这个时候讲昂讲是最适切的，坚持就是要把它讲出来。但是这一段的昂讲到最后其实凿成了，我们一开始是散落在舞台上非常大块的石头，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可是瞬间一完成的时候，一堆起来，它是一口井。一口井，因为你要有我们要生活的地方是什么？水要有水。对。那你要什么？有了水井以后，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生活。对，所以有了那一口井，所以因为昂讲刚好建造了那口井。对。然后
后接下来就是也有讲到我们刚刚讲的书香门第的部分。这个门第就是我刚刚有提到的，就是我说胡哲优先生捐了地。那我觉得这个题材在全台湾没有人创作过哦。明治书院的题材，因为要把书院创作成舞蹈的一个作品呈现，我觉得是一件还蛮困难的事情。因为书院它就是一直念书嘛，建筑，然后做的事情就是很文静，就是在那边看书而已。哦，没有，我们要配动作的。哦，小小离家落太肥，乡音无改变莫吹，意图上坚不上实，小门曲唱。好出来！哇，人家校花真然係講到動好，佢每日很些時間沒有去學過這個客家話的詩詞語言，你可以偷個時間，還然後給偷這個是古音的發音的方法。對，這個也是我們的陳忠義喜長來教的。對。所以我们 K 从吼出来，不能念行，要念 K。对，所以其实整个不管是编排，或者是连舞蹈，还有连这整个咬字的部分，都是非常非常仔细去求证的。那下一段其实也是，我在觉得这个作品有好多的角度是没有人做了，他给阐发。阐发。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这是客家的。对。就是在闽南有春阿辉嘛。可是我觉得其实原来这个东西客家的意象反而是比闽南的更丰富。更多元，还有说它的题材更宽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这么特别，为什么没有人创作？因为这个也很难把它变成舞蹈啊。因为你看，大家不知道那残花有什么好讲的吗？我说 no， 你是残花，它当初就是因为也是客家比较克勤克俭，也没有那么多的能力可以穿金戴银，那怎么办？我的手工，那我待嫁我的女儿，她出去我能送她什么？最简单，可是最有感情的东西，缠绕的这些花朵，赠送给她嫁出去。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有意义的特点，那我觉得应该要介绍给很多台湾的观众朋友，所以也是把它特别做出来了。重点是在编创的时候呢，用了很多穿绕的手法，代表一针一线在穿绕它的时候有好多的穿绕，对，那这个绕的过程就是编这支舞的主题。所以其实老师你挑战了很多台湾没用过的题材，然后把它变成舞蹈。对，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的哈嘎奏拜，这是比较开心的段落了。因为你看嘛，从以前艰辛的层面来到这边省发的层面，对，就是它其实就是说哈嘎奏拜，它客家有太多美食好吃，那我们就会觉得，其实一路讲来的时候，讲的艰辛层面有。讲的是念书，讲了他们的残花，我觉得客家的生活不可少。对，因为他们生活层面其实很丰富哎，所以我觉得说我们把客家做伴，他们就用了一些筛子做了一个意象的动作。对，到最后我们还有就拿了杵去捶到起耙。起耙哎。所以就是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把它加进去，到最后还有一个又加了蓝染。在合在这个哈嘎奏伴的这个段落里面，所以它一段哈嘎奏伴，它有好多意象的东西进来。哇，我知道廿5歲叫我嘅春天啊，佢唔單止係一個舞蹈天天，佢其實有講到啲客家人嘅神法、客家人嘅文化、客家人嘅故事都喺度。嗰首大家攞到劇場喺度，就真係看到按豐富又精彩嘅內容哦。先休息一下，等下再嗰陣來。各位觀眾朋友，歡迎大家又轉到福喜來咧，我係綜藝圈阿權妹。今日嘅節目底路同大家來紹介係鳳雅民族舞蹈團呢廿8嘅新嘅演出又愛來同大家見面了。很多5歲嘅愛嘅春天，剛才有講到吼，劉團長其實當詳細同大家來紹介講講這個每一個段落，佢就唔講全部講出來會破梗呢，做乜解呢？因為太精彩了，對不對？聽說落到呀，整個劇場裡面看，這樣就在完全感受到整個氛圍、整個概念、整個藝術的這個成分。故說沒想過來搶團長，夾來同大家講一下，接下來呀演出的資訊，韓國呀買票的呀方式，韓國這個資訊要去哪裡搜尋？好，那我們其實在我們台北的場次才剛演完，在10月的7號跟8號。對，那接下來是我們在11月4號是在新竹的關心公園，它是戶外場哦，對，不收票的。不是買票哎，在11月的25，在苗栗文化局的中正廳，對他們演出的話，那再來是禮拜6晚上的7點半，
那花莲是明年1月20号在花莲县文化局的演艺堂。演艺堂。对，那我们售票系统是年代售票。年代售票。这次很特别的是什么？有一个厂商，他其实看到我们就是往年创作的客家作品。对。他接触的就是第一部《你郎一西年》幽文同法雄的时候，他来看到他吓一跳，他的好像是另一半是客家人，可是他从来很少去接触客家的领域。大部分人应该都会按呢，可是他没想到看了一部作品以后，对他感触更大，所以他会后来找我说：“老师团长。”有没有机会？我们愿意想赞助你。我们是一个面膜的厂商。面膜的厂商？对，所以我说真的还假的？这么好吗？说对真的我看到你做了台湾的东西哈，就是从你的客家第一部作品，再来做到台湾的其他文化。那我觉得你真的把我们台湾的文化挖出来了耶，而且重点是又创作了一些角度介绍给观众朋友们。对，他说其实我做不到，可是我愿意支持你们。所以怎么支持呢？就会亚白的演出，各位观众朋友是爱凭票根，大家就可以拿到面膜。对，凭票根我们就送1片面膜。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亚厨台周的来讲，嘿，这个厂商对于老师你们自己的艺术形态的支持，对不对？这也是就是非常谢谢 TT 波特曼了。这个其实他们老板很年轻哦，我那时候想说老板应该已经50、60、70吧，没有哎。很年轻的，对，而且非常支持我们台湾的舞蹈台湾的这个艺术作品，而且他是主动的，不是我说我今天知道你去找他，是他主动来找我的，对，所以我就觉得说非常的谢谢他有这个机会。那当然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那是你们有福喽，只要凭了票根就有机会在现场就拿到面膜了。对，做对了，看有这在表演，有做对顺赛拿到一个小礼物的感觉，有种小点路的感觉。韩国其实啦，亚出 Hika 整个舞蹈剧，其实它最重要的部分啊，不只是舞蹈演出、戏剧演出，甚至其实连它的音乐，你要的会嗓音，全部就会去过录音室录出来的，对不对？对，因为这个很不可思议耶，因为以木头为主的亚洲表演团体，你要喊外录到录音室，是要录歌吗？还是录词呢？其实这也是我说了哈，有很多人大家在创作的时候都是用现场的音乐，对，例如说这首歌好听啊，我来把它编一编好了，这首歌也不错，对。可是对我来讲，我要给我们的不是给我们一个纯田，它是第一部原创，所有的东西不是你买得到、听得到的，所以我们一直以来，我们18年，我们都是作曲，对，所以有作曲老师朱云松老师一做，再加上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声乐家，刚提到了陈周义老师。他也给了我很多在不同的地方的一些就是说，告诉我，然后就有哪些地方怎么用会比较好。所以我们的曲子在做的时候呢，其实我跟老师开了好多次的会，就想说，那其实你做了好听的音乐，因为它不是原来客家的歌谣，没错。可是你要如何让观众朋友觉得有客家的味道？那怎么办？你就是必须要进到哈嘎跟意念语言，还有音哦。对。那你这些东西进去的时候，还有一个就是原来的歌谣，像《三国志》，今年在不是给我们的传承里面也加进去了。没为了冲出来。以我现在这么美妙的声音来讲，可能话大家听了会想打我吧？可以去现场就都在糖豆这个录音室录出来的，所以其实有唱歌，然后有念词，有念白，韩国黑念客话，错，唔过。欣赏基营共都已经非常努力的练习了。你的团员都会讲客家话吗？不会。对，那怎么办？这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因为哈嘎发其实我觉得还蛮难学的。念是最主要的，所以我们一开始就很早就请了钟淑玲行商、张淑玲老师，特别来教我们发音。那因为我是上过课的人，那团员没有，所以他们就慢慢的从开始念教发音，然后老师开始慢慢的教一句一句或者单字怎么念，结在放在一起怎么念。所以老师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会先上课。所以我们做的客家作品不是说我编了就好了。很多的客家的顾问跟老师都要来协助，在什么样的层面可以让这个感受更多？像念的部分，音准不错冲散国字，唱的还有一点味道哦。对，所以进了录音室就是好多的时间是在一遍一遍一直来，希望录到最好。对，古时候其實台言地度啊，咁有客家人。有客家人，不过驚到，听起来是不会说客家话的。对，不太会讲。过时要不可能会驚到 T100这么正式的去学习、去正音自己的客家话，是这样吗？有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老师因为在上课就教了客家的语言嘛，对。因为我们在放了音乐跳舞的时候，也就是语言会进来嘛，对。就无形的催眠，这个催眠很有用哦。睡觉睡，睡你赶快落台笔，永英，喂，怎么惊醒？他在做梦当中都一直在你赶快落台笔，永英母怪冰毛锤。所以我觉得，这是有用的。对。因为你从了开始的念白，加上了唱，加上了讲，然后再加上舞蹈的动作，这个东西在脑袋里面不是 view 一次，不断的 view。现在每个讲得好溜。不管是这个团员，还是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可能泰嘎都底度就可以一直被洗脑，有没有？到最后他会觉得说，我今天回到家没有念一遍，我觉得怪怪的。所以你看讨厌可能没影力呀，盐水鸭铺舞台卡、舞头卡，他们就会有整个自己就是想到说，其实俺们客家人，给客家文化，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文字，我们结合的舞蹈这么的优美。还有一个去学校也很好玩，因为一般我们到了高中、大学或者国中小，你说有没有行业呢？有，可是都可能就是几个，因为我们不是去纯客家庄的学校。那去到那边的时候，我们想说不行，如果没有教你们讲一点，我觉得今天白来了一趟。把该讲介绍的东西讲完了以后，那还有一个就是赶快给他们教他们说。可是真的，一班念一句，教一句，4个班、5个班，一人分一句背起来了。真的，但是你教的难度大概在哪里？其实就是教我们的诗词。那刚好配着我们的音乐，他念一遍。对。所以完毕之后，每一个班这样念，可是他们没有写哦，是用脑袋现在记的哦。记起来了，然后回到他们就觉得，老师就跟我说，老师你们走了以后他们还在讨论，还在念呢。真的，所以其实老师就像你刚刚讲的，其实你没有去到学校去校园，这18年来你也是一直尽心尽力往学校去推广。这么跟你会想到讲，老呀民族舞蹈的韩国客家，也的文化也的艺术，然后给沉迷到这个校园里面。因为现在有乡土语言教学嘛，那不是每一个地方都有客语的教学，那再加上书本里面有带到客家文化，对，可是不是每个人理解客家文化，所以我会觉得说，我说我们做的是台湾的东西，那客家文化，那我会希望说，他们可以学，就是说你读的跟看的跟听的全部可以合而为一，那我觉得这样子以后记是记一辈子，他不会因为背过以后明年忘记了，他是完毕了以后他是记在脑袋的。对，那我觉得是扎根很重要。如果你没有给非客家的小朋友，他们接触过，他永远都觉得客家好难哦，我不要，好远哦。我们经历过走过学校以后，他就觉得好有趣哦，东森其实好好玩哦，因为我们不是只是纯教，没错，还会带一些东西，然后再尝试，到最后还有表演，然后还有再送个小礼物，他会觉得好有趣哦。所以我有听到老师讲说，他们因为接触过一次我们的讲座，对，他有跟老师反映说，他下学期的乡土语言他想选客家话。老师真的要老你啊的炮数，不只是学生爱你们，其实你们的所有的观众，而且很多观众都变成了粉丝了。对对，其实观众们对你们的回馈应该也是很多。作为同泰家来分享一下吗？其实蛮多的演出，其实我们演出完了后会到外面的大厅去送一些贵宾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每一个来就说，他说团长，我自己就是客家人，你们刚刚上面所讲的好多东西我都不知道，但是我看完了一个东西的时候，我告诉我自己，我要再回去好好了解我自己的客家的东西。我觉得这个角度其实是现在我们遇过很多的地方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不是客家的朋友们。他们会觉得说，以前会觉得客家好遥远哦，就是这个语言我也不会。对。可是为什么看完你的表演的时候会觉得轻松自在，而且我会觉得好有趣。对。甚至我会觉得说，未来我觉得这个文化离我越来越近了。因为常常看我们的演出，就是一下客家的，一下哪里的，所以他会觉得我们常常把这个文化伴在身边，他常常看也就跟在他的身边，所以他会觉得说，离他的距离好像越来越近。对，他也愿意说，有时候去接触一些客家的一些，不管是客家庄也好，或者是客家的一些表演也好，他会觉得说，他会想有机会去
看看。对，也知道亚拜刘团长来同大家来分享一出戏剧啊，亲有教出的素材就会很像看得到整个艺术形态的呈现。你看，就得了解到你自家的台湾，你们的生活的环境呀，都生活的文化，故说非常推荐大家11月韩国1月就得去到剧场地度欣赏呀风雅民族舞蹈团的演出咯。今天谢谢刘团长来到节目当中，什么欢迎大家。欢迎大家来看戏吼！咩什么各位观众朋友，嘅时间休息一下，等下停运动线上来做运动。